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咱有118台的 UH-1H 的直升机，曾经协助着国军投入921甲88风灾的救援，服役已经49年了。这个陆军司令部特别为这型的直升机举办除夜典礼。 直升机空中分列式上头前这3台，就是服役将近50年的 UH-1H 直升机。这场是专门为 UH-1H 直升机所举办的除夜典礼演练。南亚特战人员为直升机顶面跳落来，刷来后壁飞来的是乌鹰直升机。 两台直升机的飞行员同时行落来 ，UH-1H 直升机的飞行员手提救灾所在用的扣环，交予乌鹰飞行员，代表将任务交予乌鹰直升机队。经过无数救灾任务的 UH-1H 直升机，通过喷水门体场，场面感动人。 UH-1H 有去执行过9.1的救灾，以及我们的88风灾。 哦，这2个是比较重大的。它的机型算是比较小型的，所以它对于落地点的要求比较没有那么的严格，所以相对的，我们可以进去搜救或是执行任务的场地会比较好，会比较灵活。民国58年，国军引进头一台 UH-1 直升机，后来陆续买118台，再由航发中心甲美国合作研究改良变成 UH-1H 直升机，机队投入作战救灾甲物资补给的任务。服役49年，要伫10月30这日天功成身退。